三龙电两三波。川山龙也受这个夹攻就伊贵宾三龙。现在川山龙无可能在贵宾三龙这时阵，金甲川龙特别掏出断魂枪。哎呀！啊！你是无意思哩？我会卡了你这个给射杀，你金甲川龙实在青眉，无目睭。道兄你莫怨叹，这是我的失手啦。小叔这个贵宾山确实功夫也不足，也勤工作练呢。这次算我漏气，有一天我会补偿你吧，请。哎，好厉害的贵宾山！哎呦，哈哈，哈哈哈哈哈！胜利者，我就是胜利者啦！梁四龙，梁四龙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贵宾山洋洋得意，大发大亮，背后江风如雷，后用为观看详细。从他起我动啊，总会真来。我说我。人生啊，人呐，面对了吧，离岸船。我陈先生啊，我甲你报告一个好消息咧，啊，2000斤的项量赛已经到咯，已经到咯。什么？什么项量赛已经到？哎呀，有所不知，也都伫个森林的所在。好啊，什么人念？都是迄个贵宾的啊。哦，贵宾的警署都来这处，伊都唔敢去项量，这处是安怎？伊哪会到项量呢？迄个讲起来实在天后一平啦。好，迄一支枪转来甲射落呢，就是贵宾的项的。好，迄个量啊，真大尾就对了。到底是真量啊，假量？哎呀，冤话啊，你安尼讲啦哈？迄真的毋是假量，迄射落到底，好啊，咕咕叫，起咕叫，啊，花安尼处处转啦，迄绝对毋是假啦。敢是高志国迄位妖量？哎，大概是啦。哎呀，咱中原无款怪物啦，迄就是迄个南蛮高志所输过来的呢。安尼好，还他进言吗？哎，对吧？对吧？项量赛啊！哈哈。参见我转先生。哦，贵宾三郎见也。你是怎样项量讲来互老汉做一个参考？哎呀，讲过再讲啊！啊，讲是会了，说是袂真啊，唔讲也罢。那你讲安尼我来听有啊。看你用什么功夫项量，啊，这尾量是安怎出的漏洞？哦，讲互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大家拢无看到。我的功夫是非常厉害，无极泛海，海底海，天地过山叠叠山，用什么功夫讲你也唔捌啦？哎呀，不讲也罢了。哦，我知，总是你今仔日为民除害，会当项我这个妖量啊，算起来就是我的现世。什么？为着一尾细细尾的龙仔囝，也都来互你的查某囝招亲，安尼未免我占便宜咯。哎呀！
唔是安尼讲啊，这是我的查某囝的心愿。那我的女儿是叫做十全美人，资格文文啊，在这个24庄，会使你讲是第一美人。算起来你也有福气，也应该你所得的啦。我的财产嘛，应该互你继续啊。嗨呀，我真正有福气的人，哼哼，来娶着十全美人，要我这个严家挺红红。哎呀，咱唔通客套。嗨呀，不讲也罢了。小得你。老万贵，你唔通相信这个散甲薄板啊，这个神经啊，在咧讲话啊。其实翕尾龙唔是行的呢，行龙的人物就是闻名天下的这个金甲玄龙啦。哦，金甲玄龙是生出啥款？老汉根本也捌看到，而且呢，这民众所讲，也就是这个过敏的所行的啊。哈哈哈哈！这个啥？这断魂枪，这是金甲玄龙所用的兵器。哦吼，要无请你甲请这个金甲玄龙甲老汉见一面好。金甲玄龙在千里，近近在眼前呢。啥物？哇，原来是天下大英雄项梁这的金甲玄龙吗？真呀！嗨呀，老丈人啊，你唔通听伊伫咧乌白转。金甲玄龙穿一只金甲，金光闪闪，骑一只宝马，日行千里，夜驰八百。伊是一个神秘凶手啊！天下大罪人啊，绝对唔是这个人。这个人啊，莫名你要来娶小姐了。大你呢讲混混不离，是，伊所讲是无唔对，因为我为着要甲小姐结亲，所以显出我的庐山真面目。哦，既是安尼，要无搭过敏的，你有啥物话要讲吗？哎呀，唔讲也罢了，我故事啊。安尼真真正正都是你项梁的，无错啦，我绝对袂瞒骗你五泉先生啊。安尼好，来人啊！管你甲宣布哈，项梁赛唔是过敏的，也就是金甲玄龙啊！赶紧甲宣布一下。多谢泰山大人受晚辈失败。哎呀，不用啊，该人了。算起来是现赛，泰山甲区现赛甲区，安尼好，选一个良时吉日，甲我的女儿拜堂完婚，感谢泰山啊！哎呦，哎呦！哎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五泉先生自觉切你唔免着惊，真正项梁帅一只啦！我这是金甲玄龙正会，方才逼我射杀这里就是假会，莫名就要来夺美人呢！五泉先生。但后我大功告成之日，我会来这甲你的女儿完婚呢，暂别。哎呀，为着这个项梁赛，也真济麻烦，也真济麻烦啊！比赛哇，输赢蒋公如雷，欧阳伟。家咧金甲玄龙得要去娶某，去互金甲玄龙把死了。啊！金甲玄龙，你怕到无念主人啊？无再念我这个北部传勇金标王夏侯鼎的面子，今日射杀我的徒弟，我绝对无帮你干休，中道义啊！准备金标埋伏手拿，好解决这个神秘凶手啊！金标王孙领众多时，埋伏在树林地界，顺便要收除这个神秘凶手金甲玄龙。金甲玄龙洋洋得意，发射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喂，我唔是咧受歹天鼓动的。大念靖海强水山之坑，好节拢甲你别掉！爱性命者赶紧走吧！去命！哼！大你是调草咩公堂，还是走咩天公啊？乱书中咧，乱书中。是的，是的。是咧做啥？你咪是靠去哪里咧食饭啊？
啊，你要前草地干嘛弄大？啊，你咪怎啊食饭就成问题啊？你咧，看偌济，我甲你赔嘛。赔，迄赔你8摆来赔。哇，你是咧走安啊？老爸啊，一言难尽啦。哦，那讲到这个金甲玄龙神秘凶手，我实使人毛骨悚然啦。迄毋是干那讲你的土地你失败尔呢？迄真济迄只武林的豪杰，是咧伊的传魂枪是不计其数呢。哦，阿霸王啊，迄种穿的啊，哈，爱奴啊，恁信不信啊？我来共款参开一个传魂枪。啊，讲到迄班人哦，我实在目屎拢流对变变出来了。啥物？唔是啦，我若是讲到迄个北海奥英，也个爱奴，我都实在有一阵悲伤就对啦。啊是讲安尼啦，迄苍天不绝忠良，好交代。迄个阿霸王听讲像这天神桥啊，你咧，迄个爱奴听讲落这地狱啊，你咧。哎，莫讲遐废话啦！我即摆要来见这个剑祖东归魂高，借伊口七宝多良剑，暂时金甲玄龙。当然。迄宝刀宝剑哦，真济拢漏开啊啦！迄站咧到地起火星啦，有无？我甲你介绍一个，互你知影。金王主铁娃娃用迄个12剑法，迄对个头盔安尼抢落去，喷出万多的金星，无办法。什么多良剑？哎，有所不知，七宝多良剑，数役数绝之妙，切当断体砍金下肉啊！迄来才成功啦，也无用飞镖，用什么宝剑拢无可能。哦，安尼呢？是。啊，你敢有把握？我绝对有把握。安尼啦，你若有可能收治这个神秘凶手，啊，你甲弄到仙草地啊，拢唔免甲赔啦。啊，假使你若无装收拾吧，这200块你爱咁啊丢出来哈。无唔对，我来去，请。请，大声的王爷公，啊，细声的做王爷囝啦。哈！哇，这边又来啊！让我贵啊，敢袂出神经啊咧。长刀地剑金镖排规大堆，为死人唔捌伫咧拍人。仙草王久违了。啊，对。你找找雷公，找了如何呢？雷公唔知要对找，我就将面哦，做成你将面来找找，找雷公来接这个白夹阳台2支卡腿就对啦。是啊，最近武林的消息你可知情吗？是啊，什么武林的消息？项梁赛就是我。啊，项梁赛。梁已经叫我甲伊行去咯，我得要当这个五传先生的家里，也都10全美人结亲，殊不知去互金家玄龙家迫害啦。啊，你想要行啊，无要行？其实讲起来实在是会了袂尽，袂讲较快了啊。唔讲也罢，靠背啊，莫我大转啦。头拄啊，迄个讲要去借剑你咧。啊，咱对后壁来看卖，看到底这个剑是有啥款？啊是有可能，也无可能。对啊，随不要观看也罢。哦，行，抗一抗便知道。奇怪，啊，哪入去遐尼久啊，太拢无动无静啊？啊是借有啊，借无安呢？哎呀，仙草王，你叫我骗来跌卡伫咧期望咯。我紧来，我等看卖。哎呀，我等袂掉啦，唔等也罢。啊，点啦，较有耐心嘞你咧，我这。哪是安那？伊都唔借我咧，也唔借我就大甲困球甲啰嗦，哇，开棍甲拍，啊，就起卡钱就踢来，叫我踢到呢头青目肿。我你讲啦，你爱去叫一个西公啊，甲你硬挂口啊挂挂的才会出运。到底是，要我无对人报仇，就剑过红拍，还是受我歹运。我你讲啦，看起来真同情你啦哈。啊，我来甲借看卖咧。因为要讲做物件呢，咱都爱照礼貌对，啊讲话都爱圆骨，啊有理由充足，安尼物件才要招人看对唔对？是，仙草王，咱两人来甲招，一定会成功才对啊。对，哦，你等我等下，阮两个就要甲招一口七宝多龙剑了。山河注定。灿灿，我去吊魂热烘烘，七宝妙真水出现，9品仙中少妖梦。你搁甲我接落去，安尼带一手弯骨。对，做人爱弯骨，吟诗嘛是爱吟回弯啊哈！伫这个社会上啊，万事拢在弯。
安尼好，老兄，请坐。哦，谢谢你了。我姓尊名，面色面色。哦，你捌看到我呢？是啊，我都定伫咧公共场所咧出入啊，我都伫咧卖仙草茶啊。敢若毋是？毋是啊。我敢若像伫咧庙内看到，你敢毋是迄个老和尚？我哪里？毋通我别讲，毋通我别讲咧。哦，你想讲我头壳无毛，就想做老和尚啊？迄甲我共款头壳金的足济啦，我做仙草王啦。我咧介绍当世现在，一个叫做桂敏三郎，人呀，轰动武林，惊动万教。讲是了未真，未讲较快了，毋讲也罢。老师，你讲啥听无？我咧讲啦，伊个人哦，伤过敏，讲话伤过风，所以你听无？我讲互你听啦，为着七宝多龙剑，你要收持一个万恶的罪首，忠情听说了。小妹，宝剑未当借你，头拄一个要来借剑，我甲吐出去尔。若是要借我的宝剑心，天下间只有两个。对，我知，只有阮两个。免想啦，爷爸。好啊，咱们说爷爸。我甲你讲，你点。剑祖啊，你这东归分高，会使讲是名播天下咧。你做人真猪逼呢，真有义气，看到唔对？这个神秘凶手金甲善良，杀人如麻，这是乱世害堂呢。讲起来就是高知国雷干所派出来，也是这个云南干王的交易啊。所以这若无系低调咧，安尼天下未太平啊。所以你整个七宝多龙剑都就有理啊。我拄仔讲你不要听心，只有两个人。只有两个，迄两个是到底啥人？一个就是运命之神，一个就是脱壳人龙万贤祖。这两个人来，我宝剑都会借伊啦，其他拢免想。上。哇，说老实，少也罢，好呀，我只讲句，你要如何是好呢？我想看卖咧，运命之神，运命之神是正派的，脱壳人龙万贤祖，这到底？唔知是啥人，咱唔知啦哈。你捌念嘛哩？这我也是无啥捌哩叫，无啥捌哩。运命之神你捌哩无？运命之神，伊若是人在穷苦的时阵会出现，会讲指点，会讲安慰，会讲鼓励。迄个我捌看到，敢若亲像眠梦中看到的啊。对啦。我这是张相，你身躯运命之神的相啊？是，我调你看这对唔对？好，给我看卖，扛一扛。对，我这仙草王这卖仙草茶卖敢若真艰苦，时阵啊，运命之神我若出现来甲协助你咧，安尼好，起码最有一个办法。啥物办法？我跟你讲，来。安尼这是真水开，都对准备。但是呢，运命之神的口头语你拢知吼，迄我拢知咯。我跟你讲，你知唔通讲咧单？也罢，就闹开呢。迄若闹开你会叫剑祖东归分高公司呢。这个我知。对，准备化妆。办起来烧到烟头呢，醒就对了。警察讲你大自然，人个运命之神无大自然安尼尔咧。哎呀，不提也罢。我你讲声调讲对呢。讲看卖，唔通闹开。我乃是运命之神。你娘我讲头一句就闹开啊！运命之神，我讲你听啦，运命之神爱去做别人做未到的事。人个真温和，运命之神，一个把绕开。我乃是运命之神，君主是要去做别人做未到的事，是要幻想世上未来的梦，是要忍耐别人不能忍耐的痛苦，是要打倒别人打未倒的敌人，是要得到别人所得未到的爱情。真赞！伊假使若对方咧受气，你要安怎去甲制服？七情之法，为怒为济，激怒之友，忍为妙计，敌之不早，强缺私利。安尼对。滔天之水，我知啦，安尼好，安尼几好势吼，讲好啊，请了。随便我扛一扛便知道。运命之神有什么指示吗？
老前辈当过分高听到，是。大丈夫奇男子爱去做别人做袂到的事，需要幻想世上未来的梦，需要忍耐别人不能忍耐的痛苦，需要打倒别人打袂倒的敌人，需要得别人得袂到的爱情。我这老啊，你得爱情，你讲的啥话？唔免生气，七情之法，为怒难解，激怒之药，忍为妙剂。地之不早，发姜疏烈，滔天之水，生活其味；燎原之火，气以其势。是，我无咧生气，我无咧生气。你的宝剑应该贡献给社会，收治害人的怪物，暂时乱世的罪犯。那你积了无量的功德。我指示你必须听意，否则天谴见义。你的指示本山人遵命意，遵命意。请入内面预备所在招待，饮几杯啊？哎呀，爱受我戒，我不饮也罢。这句熟悉的。总之这里有名之神啊，袂使咧忤逆啦。同理啊，将这个七宝多龙剑摇出来哈。若有人要来招，爱招伊，这是积了无量的功德啊。老前辈啊，大概我叫我来啦，你唔让我扛行来，拜托你啦，拜托你啦。可以啦，我答应你要招伊。真好啦，真好啦。啊，七宝多龙剑爱甲扎好。假使若是收治金甲玄龙这尾毒汤了后，随时爱送行我。我知，多谢哈。别啦，多谢，谢你了。朱仙家，武林中出两名朱仙家出现在决斗坪，特别料理后事。毕中弼当伊的师兄大武华出现在决斗坪，到底是为什么工作而来呢？马王子为了七宝多龙剑，也到现场前来，因师有摆孔明也跟随在背后。各位，这先天这兄弟。父老兄弟姊妹，恁大家知影我什么人哦？贵面三龙啊！我的身上有3个英雄相魂，唔讲也罢。若是讲到这金甲玄龙的最后叮叮塔塔，亦追天无色倒呀，不说也罢。来，金甲玄龙，快出来上戏吧！快出来上戏吧！贵面的，神经的，神经也好，假面也好。常讲一句，今天非你死，便我亡啊！十全美人，自甲文文就是我的爱妻。什么？自甲文文以后都是我的啦。对，今天形成英勇夺美。我特别甲你万刀碎瓜。安尼好，唔是你死，便是我亡，看剑来吧！奇妙！现在两人生死之决斗，变化如何？请看续集。